依家係好心情天氣報道時間，受到孤獨霧霾所籠罩，受影響嘅同學日日俾人當透明，感覺冰冷。孤獨霧霾極有可能影響心理健康，令人感到被忽視，與其他人格格不入，同埋唔容易與人打開話題。天文台提醒受孤獨籠罩嘅同學要留意自己嘅情緒狀況，盡早同孤獨 say goodbye。以下嘅環節就由破冰訓練導師教下我哋一啲破冰秘笈，令自己有更多嘅朋友。其實我哋可以嘗試從日常嘅接觸，選擇一啲較友善嘅同學開始交往，要主動表示友好啦，同埋主動同同學交流，分享一下自己嘅興趣，同時亦要了解同學嘅興趣，多啲發掘佢哋嘅優點，多啲讚賞，咁樣就可以有朋友㗎喇。好心情天氣報道完畢，再會。